国际新闻，咱来关心，伫今年4月份的时，伫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有一场恐怖攻击，造成26个人死亡。也那即马印度的内政部长29的时对外表示，因的安全部队已经拍死3个参与这场恐怖攻击的凶手。也那巴基斯坦针对这件代志并无正式的回应，敢若强调因无涉案，嘛要求爱独立调查。 印度安全部队自北地花克什米尔达奇加姆山区展开行动，目标是今年4月2日，伫这所在旅游景点发生恐怖攻击事件，造成26人死亡凶手。最后是涉案恐怖分子伫这项军事行动内底被断线消失。 It was an operation which is quite prolonged for a long time, taken, and that is still continuing. They have an exchange of fire in the higher reaches. So, as per the interior reports, 3 bodies are being observed and seems to be neutralized. 这案件到即马3个月，印度政府提出伫现场找到证据，这3人拢是巴基斯坦籍，其中2人是联合国认定的巴基斯坦恐怖组织虔诚军成员，身躯还有巴基斯坦制造的巧克力豆。 तीनों आतंकवादी ये थे और तीनों मारे गए। 3 राइफलें, एक M9 अमेरिकन राइफल थी और 2 AK-47 राइफल की नाली और निकले हुए खोखो का भी मिलान हो गया। तब ये तय हो गया कि इन्हीं 3 राइफलों से हमारे निर्दोष नागरिक मारे गए। 今年4月，克什米尔度假胜地巴哈干发生恐怖攻击，凶手雄雄出现用长枪扫射，死者内底除了一个尼泊尔男性，其他拢是印度人。印度指控巴勒斯坦是幕后主使，暗过巴勒斯坦后人，双方国会爆发激烈交火4日，造成超过70人死亡。印巴冲突是为1947年印巴分离了后，双方拢注定对克什米尔有领土主权，爆发真济摆战争甲冲突。公司新闻恩文林评论。